如今真相大白，罪魁祸首也已落网，哀家这心里的大石头也算是落地了。可是，皇祖母，在我看来，沈都公一直忠心耿耿守卫皇家，应该是你年纪尚小，难免叫奸人蒙蔽，不能因为他们的只言片语便掉以轻心。此次若不是宗正寺在绣衣司内查出罪证，哀家还被沈十一蒙在鼓里呢。是，孙儿明白了。这半年来，宫内诸事繁多，青天监的人来报，最好以红鸾破之。陈儿府上还缺一位皇子妃啊。哀家看曲水流觞那日，陈儿对盛大人家的千金十分主意呀。是，孙儿。所以哀家特意向皇上请旨，为你赐婚，迎娶宰相之女盛夏。以你的身份娶重臣之女，也算是两相得宜了。接旨吧。这我姐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四皇子，你终于来了，是不是有我姐姐的消息了？那你来找我做什么？是有关你姐姐的。那你快说呀！皇祖母把你姐姐赐婚给我了。你别吃醋啊，我的心里面还是你最重要，你要相信我。虽然她是我皇祖母，但是你居然棒打鸳鸯，拆散我姐姐跟姐夫！但明明棒打鸳鸯拆散的是我们呀！我讨厌死你了！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担心你。你还不快坐一边去！姐姐，请用茶。四殿下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不必谢我，我会在此照看莲妹，只是自愿，并非因为你。姐姐，我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哎，你这个口是心非的小女人。不过你脸皮薄，你可以不用承认，这种事情我们懂就好。你少说两句吧。我就喜欢你这种矜持。我的女人，果然最有趣。姐姐，实在不行，我帮你私奔。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，那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当然，你也不必特意谢我的。双小娘子，原来你为了我可以冒这么大的风险。什么为了你啊？我都知道，在我心里，莲妹，我也是爱你。假如眼下发生的一切，都是因为我与沈十一才发生的改变，你又懂了。那我若重新遵守原定套路，你又懂了。都别说了，我嫁。那怎么行？那当然不行。我告诉你，即便你用这种办法，你也只能得到我的人，得不到我的心。我骗他的，骗他的。小沈呢？
错，你终于回归主线，决定要嫁给顾逸晨了。尊敬的用户，这是你进入游戏以来做的最为正确的一次决定。不过，我还第一次听说有人所有步骤都走错，却又能回归原定大结局。所以对于你们来说，只有遵循原漫画的设定才能打通结局。不然呢？我们都说了，必须和男主修成正果才行。和男主修成正果，又遵循言情偶像剧的基本套路。所以说，所以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已经回归正轨。我之前还担心你行差踏错，怕你回不到现实世界，这下我就放心。恭喜恭喜啊！盛大小姐，你方才在和谁讲话呀？哎，你知不知道，那个四殿下呀，他娶妻出手可真是大方呀，连我们都给了那么多赏钱，那是自然的。没想到你我之间，也会有执子之手与子同袍的一天。你说，姐姐她会不会有事啊？就算他有事，我也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姐姐说了，今夜并非平安夜，遇事需小心。有我在，何须小心？四殿下，沈十一越狱了。此次行动太过危险，即使你有那护身之物，也护不了你的周全。你不就是想做孤胆英雄？可太后心思颇深，后面更是危机四伏。你虽然现在是五皇子，保不齐人家真让你做了五公公。今日大乱，朝堂必受震荡，我不想看到你因此受到威胁而身陷囹圄。沈十一，你不是说你不信天命吗？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不敢就算了。
你们可真是厉害呀，竟然敢刺杀圣上！嚯，督公，他把皇帝干掉了！既然如此心狠手辣，来人，把谋害圣上的乱臣贼子诛杀于此！沈十一，你们别再负隅顽抗了。四殿下已被我等击杀，你们也速速束手就擒吧。连环四皇子。尊敬的用户，恭喜您成功触发玛丽苏隐藏成就，真爱无敌。系统将稍后为您发放奖励，现在为您召唤系统管理员。我是终于能下班了？什么？还没结束？真爱无敌？什么意思啊？加班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个有福气的人。工资已发放至职员账户，请注意查收。我还是很有职业素养的。系统确认，准备重启。5、4、3、2、1，正在初始化，请稍后。玛丽苏系统载入成功。哎呀，这个小女子长得很完美呀！滚！本小姐没空跟你玩。哎，回来！盛夏，21岁，横店群野，龙套数恋爱年。经验为0，却靠知道别人吻戏度日。不是，你的记忆怎么会？感谢领导，我们快开始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准备接受新任务了。你还想接受什么？我去，系统这次真爱无敌的奖励也太丰厚了吧！不仅女主有记忆，连反派都有记忆。等等，什么叫做女主跟反派啊？你之前说过，你们系统是绝对遵循言情偶像剧原则的。依据我多年看偶像剧的经验来说呢，最后能跟女主角在一起的男人就是男主角。你卡 bug？这哪叫卡 bug 呀？我只是在你们的规则上面呢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而已。但是啊，我确实还是得感谢你们系统，不然我跟沈十一也不会有今天呢。打住！总之，希望你们这一次玩得开心顺利。这次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出半点意外。
没想到还有机会再见到你，我还以为这个人就是永别了。好了好了，你要头发。我还在这儿呢，你们要这么絮叨的话，把我绑来干嘛呀？梁大人，不好意思啊，他们主仆重逢，喜不自胜，您多担待。谋害忠良，不得好死。我知道你想骂什么啊。你哪儿来的丫头？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？我爹，当朝宰相盛如公。堂堂宰相，竟与绣衣司狼狈为奸。哎，等等，狼狈为奸这个词儿是不是得换一下？你有没有想过，绣衣司也只是想稳定朝纲呢？梁大人，你心中有怒，我自是可以理解。眼下东宫势力被太后所瓦解，若是您真的想让太子复位，还是冷静些为好。想不到这毒妇竟如此阴险。好，我这便回去和东宫筹谋。告辞。哎，这就好啦。上次督公听信太后，误以为太子有篡位之情，对其门下党人斩尽杀绝，这回再来。总之，太子若能重新得势，太后一支自有人去抗衡。顾以晨，四殿下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这是哪儿？啊，小殿巡芳楼24小时为您服务。我不是死了吗？快呸！别说这么丧气的话嘛！过来，给我一下。啊，这不好吧？快点！头，我还没死。殿下果然是天选之人，竟然能做出起死回生这种不可思议之事。倒酒。好，大姐，大姐。你不是死了吗？这里是巡芳楼。钱袋，这四殿下怎么奇奇怪怪？你站住！哎，松手！你这小妮子什么身份？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她什么身份也是你配问的。莲妹可是我心里最特别的女人。四皇子，你……莲妹，你竟然能在脱离危险后第一时间来找我，我真的好感动，好高兴。但是其实我知道你很担心我，对不对？别说话，你听我的心跳，再告诉你答案。可是四皇子殿下，心不是在左边吗？啊，你说的对。难道他们也带着之前的机缘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他们可是主角的好朋友。督公，哇！我就知道姐姐不是一般人，原来姐姐还暗中修炼了多年的法术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你们二人也算是援救有功，但后续我们还得分工合作，本殿下去联系各路人马。不过，围攻太后还得靠武帝依计行事。之前确实是我有所疏忽，姐姐你不必这么说，有些事不是我们能轻易左右的。如今大家能安然回来，便是最好的事情。尤其是姐姐跟姐夫。既然大家都安然无恙，那我便先回绣衣司处理正事了。
若不是那梁大人还有几分用处，我定让他加倍偿还。一点小伤，养几天就好了。你倒是伤心了，这次不会是因为什么绑定惨？当然不是，我是真心担忧。对了，在你的家乡，若是男女之间情定，会有什么特殊礼节吗？表白。表白？干嘛呢？都想喝西北风啊？干活去！瞎凑数。真舒服，再用点力。都是给我的。是的呀，一下也不知道盛大小姐喜欢哪个，就让我都拿来了。您选好之后，庭院用餐。你挑的簪子，与你真般配。那是错。这些都是你准备的。你之前不是还说白色蜡烛晦气吗？这不正是你说的烛光晚餐？不知这样的表白是否合适？表白可不是只有形式，还有说话的。说什么？当然是说你对我的想法了。我与你经历种种，每件事情都记忆犹新。我说哪一种？你这人是不是傻呀？表白当然是说我喜欢你之类这样的话。我也喜欢你。你很喜欢你。恭喜用户成功点亮情意绵绵长久时称号。
喜用户成功点亮情意绵绵长久时称号。太后侍贵骄纵，专为奸谋，诬害太子，重恶张柱。今以圣上口谕，将之废除，贬为庶人。沈十一，你假太监做了这么多年，欺君之罪必死无疑。太后，您大势已去，认命吧。任谁都定不了哀家的命。太后居然就这么死了，有一点太突然了吧？权力倾轧，本就是一方唱罢我登场的局势，稍纵即逝也不奇怪。这段时间，你我经历了困难重重，暂且不必再谈。最近身体怎么样了？总觉得你还是有点虚弱。没什么，你我刚经历了起死回生，此事本就不同寻常，应该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唐师傅，你们是要造反吗？沈十一，太后待你不薄，你竟如此对她！沈十一，不过就是个小小督工，别人拿你当枪使，下一个遭殃的就是你。这么利落？我说过，绝不会再让你受半点伤害。天气太冷了，快回去吧。如今宗正四卿也已经落网，你也该好好给自己放个假。我知道了，快回去吧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最近身体越来越虚弱了？沈十一是怎么回事？按道理来说，习武之人的体质不应当如此。难道说，是系统回荡之后出现了什么副作用？你是准备叫我吗？也没少啊。小白，我要问你个事儿。沈十一最近为什么总是犯晕啊？自从我们重生回来之后，他就不太对劲。你们不会是在他身上留下了什么副作用吧？尊敬的用户，沈十一作为一名 NPC， 是觉醒的有自我人格的 NPC。唉，随你怎么说吧。反正他作为 NPC， 先是窥探漫画，再是使用手机，又是突破身份设定与女主绑定，种种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他人设的自洽性了。
道真的会抹杀掉沈诗意吗？那我的任务……姐姐，姐姐，休伊斯来人说姐夫他晕倒了。盛大小姐，你已经一宿没睡了。自从杜公昏迷以后，您都没有好好睡过一个觉。不，我要等他醒过来。可您这样，身体也吃不消啊。沈十一因救驾有功，轻移国难，爱戴朕功，得恢复皇五子身份。自闻宰相之女盛夏贤淑大方，未成佳人之美，特此赐婚。姐姐，你这身喜服比之前的那套还要好看，我真的好期待你今日的大婚啊！因为你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好看的新娘子。到时候过个3、5年，生个胖娃娃，还可以叫我姨母呢。白头偕老，生儿育女，是啊，多好。你怎么看起来好像不是很高兴的样子啊？没有啊，和你在一起，我一直挺开心的。莲花，姐姐有些话想跟你说。今后的日子，姐姐希望你能继续写你的小说。你的思想比同时代的人要更超前。我之前说的有些话，你都不要放在心上。我相信，只要你坚持自己的梦想，一定能写出更有意思的作品，被更多的人看到。哎呀，姐姐，你突然跟我说这些，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。姐姐，你怎么看起来要哭啊？是不是我刚刚说错什么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想到，马上就能嫁给我喜欢的人了，我开心。姐姐，我也高兴。你看起来有些紧张。毕竟是第一次见我，你不紧张？
今日大婚，你我喝下这杯贺金酒，往后便是夫妻了。沈十一，你知道吗？其实，在认识你之前，我还没有跟哪个男生谈过恋爱，约过会，也没有这般那般过。这般那般，就是我们一起做的那些事情。那有了以后呢？如今有了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一切都那么美好。我们经历的种种，我想忘都忘不得。你这人是不是傻呀？表白当然就是说我喜欢你之类这样的话。我也喜欢你。让你这换婚做得更彻底。算了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我是女主角，你是大反派。我何时说过我是太监？在外人眼中，我们可是恩爱非常。我们两个人是不可能的。沈公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你要不给我一个痛快得了。沈十一，你不是说平时心机最多的就是你吗？你干嘛这么傻，替我挡刀啊？沈十一，你是不是爱上我了？你天生要虎，百毒不侵，我来测试。那个小龙虾好吃吗？还有大闸蟹也不错。你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要带你回到我的家乡。我要带你去看电影、逛街，还要带你去吃火锅。无妨，我定会陪你去你家乡。一言饮酒，莫不静好。
咱们殿下在房里还没出来呢，不会出事了吧？哎，咱殿下身体棒着呢，能出啥事？瞎嘀咕啥呢？滚！是，走走走。姐夫是五皇子，为什么姐姐跟他在一起却不高兴呢？莲妹，他们什么样我不知道，但如果你嫁给我，我定会让你夜夜笙歌。呵呵。尊敬的用户，恭喜您成功通关他逃他追4皇子的柔弱小娇妻，游戏相关奖励即将发放，游戏内角色数据已清楚，返回程序启动中。我怎么还在这儿？小白不是说完成任务就能回去了吗？那沈十一他……沈十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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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出来！沈十一，沈十一，沈十一，返回程序启动成功，准备弹出，3、2、1。通关游戏，获得奖励，所有的一切都如梦境般不真实，但眼下的一切，却又真实的好像我从前就在这样生活。也许青春，本就是场马不停蹄的错过和相遇吧。小少，我要去个地方。让他回来好不好？让他回来好不好？沈十一，你能不能出来？沈十一，尊敬的用户，系统已收到您的投诉内容，请问有什么能够为您服务的吗？
以后不用再叫小白了。沈世义，你这个大反派，你怎么才来啊？都说是大反派了，想要变成主角来找你，还是需要费点力气的。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要带我逛街、看电影、吃火锅。这次，好我来了解你的世界。也是吹寒风的松，你也是放晴后的红，画中的影重重，斗转匆匆，总有人间一两无意的风，填满着无影无际梦，颠簸句句言不由衷，都怪一匹错把红线拢，冰火不容变作两心动，层次间烟叠雪，全是空翻涌，像尘气的一生中，装在生命中的空，人间的时空，都只剩下旧夜春浓，将苦乐悲喜变从，双唇相碰，城外云霭都染红，如晴阳。
是我泥里所种，山海万重，也做一场不醒梦，都化作不语的千种相送。